喺接觸 DFC 其實都好多年啦，咁一路以嚟咧係做一啲舞台嘅接待角色啦。咁喺當中其實最大嘅得着係原來我自己喺過往嘅思維裡面啦，又或者係一啲嘅解決問題嗰方面咧，其實都好容易諗咗係當我冇辦法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可能會係即係改唔同嘅方向啊，或者係直頭係放棄嘅。咁但係認識咗 DFC 之後咧，其實透過 FIDS 呢一啲幾個嘅步驟，係好有系統咁樣去幫助我去睇翻自己本身嘅呢個現時面對嘅一個問題啦。其實係知道由多元嘅角度去睇翻揾翻唔同嘅方向，亦都幫助咗我更多嘅一啲積極嘅思維啦，以及係更加願意去嘗試嘅。咁呢個係喺 DFC 裏面對於我自己最大嘅得着。因為其實呢個計劃亦都係一個好純粹同埋無私嘅計劃嘅，就係將細路仔嘅創意變成呢個實際行動啦，跟住之後可能係影響咗佢哋及周邊嘅人。咁呢個係一個好善意嘅出發咯。咁我自己睇到因為離開場都有一段時間啦，咁自己會睇到咁可以咁熱情地去做呢件事，同埋有啲時啲細路仔啲創意係好新奇咁樣嘅，咁亦都係從中可以認識到原來或者回憶翻一啲童真或者一啲善意嘅諗法咁樣咯。有一個 case 令到我好深刻，就係嗰一組學生明明做得好好，我哋都好想俾個獎佢，但係因為佢遲咗 deadline 去交個企劃案啦，令到佢冇獎攞啦。即管我哋評審幾想俾個獎佢咧，因為佢冇遵守到規則啦，所以都攞唔到獎。呢個故事咧，其實就係叫我哋知道守時嘅重要性。現今社會嘅資訊好發達啦，好多嘢咧，我哋只需要上網揾一揾資料或者喺AI 度問幾個問題咧，就得到海量嘅答案嘅。咁但係其實現實中咧，好多嘢都需要我哋探索啦同埋實踐嘅。DFC 咧就係推動學生咧發掘生活中日常會遇到嘅問題啦，咁用想像力去探索答案啦，亦都用實踐嘅過程去驗證嘅。咁最後咧就將呢個答案同大家分享。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持續學習嘅過程啦，亦都可以同社會有一個好強嘅連結嘅。而佢哋解決嘅問題咧，可能係好細微嘅，咁但係解決咗之後咧，亦都可以產生好大嘅能量，產生好大嘅影響啦。咁亦都可以呢個過程中令到學生明白到咧，其實自己嘅力量咧係可以好大嘅。由小小學校嘅最初由小小學嘅範圍開始啦，延伸到可能係一個社區啦，再延伸到去城市一個都可以有產生好大嘅影響力嘅。其實每一間學校都需要有呢類型嘅教育模式，其實對佢哋嗰個嘅個人嘅價值觀佢哋嘅價值嘅發展佢哋嘅精神嘅發展其實係好有幫助嘅。因為佢哋就要諗，佢哋喺社會入邊，佢哋嘅能力，用佢哋嘅創意，用佢哋嘅崗位，其實佢哋做到啲乜嘢嚟到解決一啲咩嘅社會嘅問題呢？係佢哋只係需要諗下佢自己一個人，佢哋能力做到嘅嘢。而佢哋嘅創意，跟住佢哋就可以揀一樣好細嘅範圍嘅嘢嚟到去解決可持續發展。其實呢個範圍都係俾緊呢個概念人嘅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佢唔需要真係解決晒成個社會好大嘅問題，佢哋只係需要去針對一啲好細嘅範圍，佢哋能力內砌一個項目出嚟，咁當一個人幫到10個人。咁你可以承落去噶嘛？如果呢個世界有咁多人，每一個人都幫10個人，幫喺唔同嘅嘢度，咁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範圍唔同範圍嘅嘢都已經被解決緊咯。好似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咧，我覺得佢哋嘅未來係對社會咧係好有意義嘅。
喺做咗幾年評審之後，見識過澳門嘅好多學生啦，無論係兒童定係青少年都好，佢哋對於身邊嘅問題、見到嘅難處咧，都係有自己嘅諗法，並且願意係迎難而上，比我哋想象中嘅更有韌力同埋堅持。如果要用一句說話嚟到形容嘅話，可以話佢哋係問生無小事，只要肯關注。佢哋好願意將自己嘅心力、時間擺喺呢啲身邊上面，有啲人認為係小事嘅事情上面，盡力去做到最好。至於佢哋有幾出色同埋幾有創意，不妨嚟到我哋嘅官網或者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了解一下佢哋過去嘅創意行動。